为着要了解学生对课纲的想法，教育部课程审议会会先开学生代表的遴选委员会。也毋过前几日的这个会议，学生之间煞起冲突，讲话真歹听，有的人甚至佮甲人偷袭。今仔日是有国中甲高中的学生出面来证实，民团嘛表示讲会协助提告。 教育部伫本月24、25召开课程审议会的学生代表遴选委员会，有200-300位参与者，所传出有较大汉的参与者嫌年纪较细的参与者，在了解技术规则，爱开较侪时间拖着进度，致使有言语的轻视和压迫的情形。最大有民团和遴选委员会的学生参与者召开记者会，表示因为惊吓甲压力，无通充分表达意见。 当天课审会在投票休息到明天10点的时候，有人直接对我们摔书，对我们大骂。我当时看到摔书有被吓到，还有人说小朋友不能设计课纲，但对我来讲，课纲是我们未来会面对的事。 所以我希望能好好的参与。政府可以开设遴选的会前会说明会，或是提供儿童版的会议手册与议事规范，并在现场安排更多的人员去提供协助，或及时的制止、改善侵害儿少权利的行为。 学生呼吁教育部爱尊重儿少表演权，要准备适合儿少的会议手册和艺术规则。另外，学生嘛指控会后，更有参与者甲因群众偷袭，还有伫咧网络伴学。共同参与记者会的民团表示，针对侵犯儿少权益的行为，因来提告。孩子都有说到，在这一次遴选会中，有许多大学以上委员的诽谤、抹黑、偷拍、跟踪、散布假消息的行为，我们会提出法律诉讼，呼吁政府、国教署以及相关单位应正视儿少权益，并且在未来政策及会议中实践平等与尊重的原则。儿少的参与不应流于形式。 民团批评教育部无尽到保护囡仔安全的责任，嘛讲毋是互囡仔参与遴选委员会，就叫做尊重儿少。民团认为本月24、25的会议应当看作是无效的会议，要求教育部爱重新安排一个通互儿少安全发表意见的环境。记者卢尚珠、郑俊尧台北报道。